中华有宠物业者洪检举，讲伊无好好照顾猫。动物防疫所去稽查，这环境有影真压榨，而且这猫嘛破病啊。业者讲伊是拄到投资诈骗，实在无钱个照顾啊。动物防疫所是依照动保法处分，嘛甲现场41只猫带转去收容所。 一只猫仔互关伫笼仔内，但是有的猫仔精神无好，甚至个破病。中华一个卖猫仔的宠物业者，互民众检举技术不当使用。业者表示，因为拄到投资诈骗欠钱，厝嘛要互拍赔落，实在无法度去照顾这的猫仔。AI 智慧投资的，我是投资大概第3个月就不见了，一个月至少都快要10万块的饲料费啊，就是一直在借钱啊。 中华县动物防疫所接到民众检举，前往稽查，现场环境垃圾，有的猫仔目睭甲呼吸道拢有感染的情形。业者表示，家己已经无法度去负担照顾猫仔的费用。中华动防所依照动保法，罚业者15000至75000，嘛甲现场41只猫仔全部带转去收容所安置。为饲主曾因遭朋友诈骗，无力负担动物费用，而无法于限期内改善。本所同仁考量动物福利，并避免猫只健康情形恶化，将猫只41只没入，送往本县流浪狗中途之家办理收容照护。中华动物防疫所表示，已经协助业者申请结束营业。目前41只猫仔拢安置伫中华收容所，会阁安排必要的健康检查甲治疗，完成绝育甲注射疫苗，等猫仔状况稳定，才会开放领养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